厕所啦。啊，踅对5块安尼踅过哦。啊，不要无位啊！一天要开几趟啊？有人叫我就过来。今天有没有比较多人？有今日人较济，嘿。伊今是假日啊。博物馆进去要多少钱？你爱看遐门票偌济嘿，一般普通是200，啊，搁有一寡迄个有优惠上面会啊。残障的啊。你爱问一下，嘿。没有了，回家了哈。那边是大门吗？啊，你们有两个要下去。等一下，如果还需要车子的话，哈，里面左手边服务台服务台啊，甲讲你要坐迄落接驳车，码头管理遐是第一停车场，第一，对，左手边哦。下车。要跟人家下车拍照，然后再找。哇！小心哦，好啊。好，等一下。人家进去，进去了，几点集？ 11点50。